歸到台灣人陸上愛清醒的，有一群20年前台南部隊來到台灣，更加係打睇花蓮漁民自家嘅路邊，而能看到100太水按洋蔥嘅災情，也自家發通而來捐錢，因為亦能認為講關心同胞係應該嘅事情。了不起花蓮的漁民自家，大都兩片呢，台鐵18歲之前是台南埔水上戰場嘅路邊。你也對休閒水地圖佢哋強鬆嘅大連馬腳，冇寫看報紙，生發以強鬆。不過最近佢哋最關心嘅話題，變做係800水分。不論係建方地圖，也係穿透，只要有填寫地方，所可能都係災情嘅相關報道。其中，從係以下청年論語，因高齡88歲李定先羅先生，佢係漁民自家地圖年代撞到時行倉庫，不按照800種子嘅其中一個，看到自家同胞受難。就算經濟狀況冇算幾好，還係想辦法盡量給錢。看到那個水災的時候啊，很淒慘。我們在這裏啊，很安全。所以只有我們一點心意啊，來這個力發揮人機危機的問題啦。所以心甘情願的。盡一點心意，因為這個災民現在需要，大家要同心同力的要捐助災民，這是我們老兵的這個義務。那另外，我們的農民伯伯雖然自己本身呢就年紀很大，但是他們也有這種熱忱，一共有101位捐了11萬多。那有些部分呢，就實際上我們了解他的狀況，經濟狀況，我們甚至於有點。希望他少捐一點，但是他們一定要表示他們的熱心，甚至於有很多強調，在下個月在發饷的時候還要繼續捐。嗱，對漁民自家工作人員也捐出來營業所得有13萬，估計漁民600嘅捐款是超過20萬。那佢年代離開故鄉老青年，而家年來到台灣嘅路邊，就算對台灣冇錢冇故，不過佢哋對呢隻國家還有社會嘅關心，從來唔是減少過。係新聞中國縣花蓮報道。